快迅速去傳輸火警信號嘅功能，透過無線嘅信號連結整個系統，俾消防處咧喺火警最初期，即使未有人報警嘅情況底下咧，仍然能夠第一時間係派調消防車輛啦，係處理火警嘅事故。消防處咧係正持續評估先導計劃嘅成效，預計喺今年嘅第二季完成咗首階段嘅評估。林筱魯就關注新系統嘅成本效益。呢個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對比傳統嘅一啲做法，喺成本效益上係咪好吸引呢？會幫到即係推動到社區，尤其是樓宇管理方面呢，係更加廣泛咁盡快去達到消防安全嘅要求呢？鄧炳強回應話：新系統嘅工程時間同費用都較傳統設備快同埋平。呢個工程咧可能大約2-3個星期嘅啫，比以往要做一個整體嘅喉轆系統咧，可能動輒都要1-2年咧，係慳好多時間。咁喺金錢方面咧，以往係做一個咁嘅消防喉轆系統安裝咧，可能要用到大約係平均60萬左右啦。咁而家我哋呢一個系統咧，可能係只要1/3嘅價錢，大約係20萬度就可以完成啦。咁而且每年嗰個維修費咧，其實都係相約嘅，大約都係2-3萬蚊度嘅啫。另外，鄧炳強書面回覆議員質詢嘅時候形容，大埔宏福苑火災係沉痛嘅教訓，為咗防止同類慘劇重演，政府已經成立強化消防安全治理